喺呢度咧，本人首先關心係天眼嘅問題。咁保安當局每年都會提及科技強警嘅施政方針，咁亦都關注到天眼呢，其實對於犯罪嘅震懾力啦、協助破案方面呢，都有十分正面嘅效果。而天眼呢，到目前呢，據數據顯示呢，裝咗1001支嘅鏡頭嘅分佈喺本澳嘅各區。但係本人關注呢，係天眼呢對於現時喺各區喺天眼嘅安裝同埋民生區嘅保障方面足唔足夠呢？因為而家旅客越嚟越多，而我哋其他嘅旅遊部門呢，亦要打造呢區區有特色。咁區區有特色呢，遊客呢就會喺好多民生區都散步，仲有好多打卡點。咁遊客嚟到嘅時候呢，亦都會喺一啲嘅遊客多嘅地方，同埋呢一啲民生區嘅地方。但係呢啲民生區嘅地方呢，亦都係居住咗好多居民。咁呢啲天眼會唔會針對住人嘅流量啦，同埋嘅天眼嘅數量啦，咁做一個相應嘅，究竟足唔足夠呢？但係足夠之餘，會唔會亦都影響住居民嘅生活呢？咁現時呢，天眼已經第6期啦。咁而 A 區呢，亦都係嗰個我哋嘅 A 區嘅建築，亦都係逐漸初建啦。咁喺呢個 A 區嘅天眼如何分佈啊，或者係呢個進度如何呢？希望司長可以解釋下。咁另外一方面呢，天眼其實亦都好多攝像頭，有好多應用場景呢，喺啲民生區度分佈咗。咁喺呢度，司長會唔會再解釋下我哋嘅數量如何分佈？咁另外一方面呢，天眼呢有一個天眼小組嘅，係由警察總局同埋其他一啲相關部門嘅去協調嘅。咁喺呢方面呢，天眼小組同喺呢個跨部門嘅機制方面呢，有咩優化嘅進一步優化嘅機制啦？如何打造好呢個平台啦？提高我哋嘅跨部門嘅協作嘅能力啦，令到我哋嘅天眼建設呢順利進行，可以真正咁可以打擊到犯罪。我每一支天眼安裝嘅時候呢，都係嚴格按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嘅有關規定，同埋天眼法有關規定，係要經過資局去進行呢個審查。鏡頭嘅安裝幾多支？角度係點樣，高度係點樣，全部要經過審視嘅。咁所以呢，保障私隱嘅 A 區嘅天眼呢，其實呢而家係開展緊㗎啦。就而家開展最主要係去基座，即係天眼柱嘅基座方面已經係做咗有關嘅呢個設計，同埋有部分係完成咗啦。咁因為唔希望到時候重複開挖啊，所以而家去呢個道路去建設過程當中，建築物建設過程當中呢，已經係將基座提前做好。將來呢個 A 區建設去到一定程度嘅時候，我哋嘅天眼就可以開展㗎啦。咁所以呢，就係基礎工作已經係開始打。另外你講嘅呢個數量方面，而家目前嚟講係1701支。咁我哋今年第6期呢就680支。咁 A 區呢就未加入入邊。咁就關於謝安庭議員提到嘅天眼小組嗰個成效啊，其實係非常好，我可以咁講。呢個係2017年之後天鴿風災之後，我哋去機制方面、去法制方面重新構建之後呢，呢方面嘅合作各個部門都非常重視，所以呢個天眼小組包括咗即係頭先所講嘅民防啦，但係而家天眼小組都一樣，我哋各個部門大家都通力協作，係冇問題嘅。